有袂少的民众、袂少的乡亲，伫咧过年期间，拢会买这个刮刮乐来讨一个好彩头。台湾彩券嘛推出着新一波的刮刮乐，有5款，总奖金超过40亿。啊，这个大乐透为2月初9开始，连续13天，逐天拢来开奖，要互民众牛年财运旺旺来。 今年过年红包想好要包多少钱了吗？其实除了包现金之外，刮刮乐也是一个选项。真欢喜，直直口就是希望新年有一个好彩头。月人生地手气真好，一口就对。台彩跨船过年买气真旺，推出5种刮刮乐新品，总奖金超过40亿。100万以上的头奖有737个，足足比去年多出这个91个，这个很适合来当我们这个伴手礼或者是当试手气，来开新运。 上新发行的5种刮刮乐，包括500块的超金麻雀，头奖500万有7张，中奖的几率买41%；200块的超级777，头奖200万有6张，中奖的几率30%；阁有招财进宝，头奖10万有500张，中奖的几率50%；阁有100块的财神报道和牛运当红。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到那个彩券行去，然后其实最好玩就是大家一起刮，看谁的手气最好。还有一个金牛奖，我觉得也蛮酷的，也拿来可以送给长辈啊。它每一张的中奖率是100%。除了刮刮乐，大乐透自2月初9开始，连续13天，逐天开奖，互今年牛年大家拢会使趁钱、趁爸爸，趁到一只金牛。